讲到这台湾呢，甲人摕到这2024年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，总统赖清德也指示讲举办这棒球英雄台湾上勇的英雄大游行，今下晡对凯道出发去到总统府，沿路拢是民众来甲因俄罗赞声，甚至有民众发挥创意，家己做牌啊，要来迎接咱的台湾英雄。 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一战全球出名。回国了后，英雄游行，大家穿有台湾字样的帽仔 T 恤，在总教练张浩区的带头之下，台湾挂金牌，欢喜的国旗对凯道公园路口出发。家政妇们在哪里？尖叫声！连线这个时候，如果喊说啊我老婆嘞，应该很多人会看着她吧。 替补林嘉靖正手游员着伤保利，甲台湾队长陈吉宪两人共车，呼球迷真少，大声喝休。游员阁摕手机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。这个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，球员28人拢到，教练团、整所人员、后勤团队、战车队也做伙享受公营。我们家英雄谷特别准备金色的彩花，因为他们拿到金牌嘛。 除了在馆前路英雄谷漫天飞舞的金色彩花，要庆祝台湾队夺冠之后，民众呢更手拿国旗以及听台湾应援旗，甚至发挥创意要来迎接我们的台湾英雄。我们自己制作的，花多久时间做？昨天晚上大概3、4个小时，帮所有的台湾英雄加油，谢谢。对，因为他这次的表现很亮眼，所以就有被他圈粉。特地穿陈杰宪的球衣来，陈杰宪也太棒了，超厉害了。我老实讲，其实一开始完全不觉得可以进复赛，然后越打越好，忽然觉得好像有点希望。如果大家是从这一次开始看球的话，以后多多进场支持中华职棒。部分路段除了加设战车站，现场的民众也做花唱、战声曲、台湾上勇，把气氛唱到上高点，学到咱的台湾英雄一粒一的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